今次嘅案件咧，係令到教育部一啲規管教師搜學生書包嘅措施受到一啲公開嘅質疑㗎。有前線嘅教師喺電視台度批評咧，教育部呢一啲諗住保障學生權益嘅措施咧，係令到前線嘅教師喺保障校園治安方面咧，係綁手綁腳。咁咧，亦都有啲學生咧就認為咧，大規模咁樣搜學生書包咧，係對於維持校園安全並冇幫助㗎，亦都唔希望見到學生嘅權益倒退。咁而新北市地方法院就呼籲市民呢，就係由於呢一個嘅案件犯人係未成年嘅關係，咁所以咧就係希望公眾人士唔好人肉搜尋同埋轉載呢一名疑犯嘅資料㗎。蜂巢電視駐台灣記者胡力維文喺新北市報導。